等我哋一齊進行一個簡單嘅呼吸練習。請保持一個舒適嘅姿勢，坐或者企都可以。雙腳同肩膊保持一樣闊度，雙手自然咁樣放喺膝頭上面。首先，請閉上雙眼，專注於你嘅呼吸，鼻吸口呼。首先，緩緩咁樣吸氣，感受空氣流入鼻孔，流經喉嚨，充滿肺部嘅感覺。吸氣嘅時候，注意腹部緩緩升起，心中默默數2秒，然後嘴巴呈 O 型，慢慢咁樣用口將空氣呼出，感受肺部嘅空氣慢慢流出，腹部緩緩下沉，心中數4秒。等我哋再重複多一次，吸氣，呼氣，保持專注於你嘅呼吸節奏，慢慢咁樣吸氣，慢慢咁樣呼氣。等我哋再重複3次呼吸嘅練習，吸氣，呼氣，再吸氣，再呼氣，再次吸氣，再呼氣。依家可以擘大雙眼，感受今次呼吸練習帶嚟嘅放鬆同埋清新。我哋可以隨時重複呢一個練習，等自己保持專注同埋平靜。